大減價，今日大減價，業主話可以俾人哋少10萬蚊就可以買低我哋一套3房2廳2衛，而且呢望出去景觀呢真係冇咩遮擋嘅。呢個方向呢就係朝東嘅一個方向啦，非常之舒服。咁樓間距呢又夠遠，所以呢又通風。呢層樓嘅話呢係業主港澳人士比較少住嘅，所以成間屋呢保養得都係非常之乾淨企理。而家就算唔喺度住，佢都請有清潔阿姨幫手搞衞生咁嘅。所以呢度你只需要買啲家私電器，咁呢就基本可以拎包入住啦。而且嘅話呢，目前嚟講，成個市場我敢講嘅最平嘅就得呢一間啦。佢嘅主人房呢，就係一個南北對流嘅設計，非常之通風舒服。就譬如我打開咗呢個窗，咁而家企喺度話，呢啲風則吹到忽忽聲嘅。主人房呢，仲有一個單獨嘅洗手間，91平方精裝3房2廳2衛。今日一口價51萬8就可以攞低。有興趣嘅歡迎喺評論區留言，帶你實地睇樓。多謝。